方式，或是哪些的程序，或是哪些的制度来做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认定哦。那也想就叫各位在座的与会的来宾，那与会来宾也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些论述跟谈论。那么这一部分也是每个人会有7分钟的时间，那结束之后我们会有在1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同步也有 YouTube 频道的直播，所以也会有朋友们想要提问的部分。那我们第3阶段会有这个开放大概半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网络提问，然后看看有没有指定要是请哪一位来宾来作答。我们就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会陆续收集相关的提问，在 YouTube 上面的提问，然后在最后一个阶段会做一个问答或是交流等等的。那结束之后，我们座谈就结束，就是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一个算是抛砖引玉啦，就是说可以讨论一下这一次大法官的这样的一个判决的一些后续，我们应该在2年内要做哪些的一些准备。对，那我们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照这个流程来走。那目前是只有这个海硕老师会用简报，他等一下会稍微用简报，那其他来宾应该是没有用简报。如果有要用简报的话，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有个图表，可以1张的图表。图表可以啊，可以上去哈，用分享的你可以方式先放，你要在我放在桌面上了。你要在第1阶段吗，老师？对，第1阶段就可以。对，第1阶段好。我会做分享。好。7点了，那欧米还没来，欧米老师。但他还没进来，那我们要开始了吗？好啊。乌米，那个 YouTube 已经直播了吗？现在好像还没耶。所以等一下季凯那个倒数的时候，你那边就会直接帮我就是记时间嘛，对不对？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按让它自动开始那个时间。阿颖就帮我记那个开始。好，开始了吗？已经开始直播了。好，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族的达尼布，感谢各位今天参与这个原住民族的自主决定机制在111年宪判字第4号判决之后的线上座谈会。今天座谈会呢，主要是由台北大学法律学院能源环境及人类社会研究中心以及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协会共同来主办的座谈会。那这次会主办这样的一个座谈会哦，主要是因为宪法法庭4月1号做出了一个攸关原住民身份的判决。那判决的结果是认为现行的原住民身份法第4条第2项的规定，也就是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结婚所生子女，从具原住民身份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传统治者取得原住民身份，那违反宪法保障原住民身份的认同权跟平等权是违宪的。那相关的机关呢，在2年内要修法，如果逾期没有完成修法的话，原住民与非原结婚所生子女依照这个判决就可以取得原住民的身份。但是接下来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来修法。那原住民身份取得所需要的文化认同表征，大法官呢把这一点的权利哦，这次是交回各族群自行来决定。那主管机关也要尊重各族的意愿，那让各族群来自主决定哦。这是我们今天举办这场座谈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希望试着讨论各族群自主决定的机制有哪些的可能性，还有怎样的样貌。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原住民身份法的议题可以讨论的面向非常多，
但这场座谈我们主要会聚焦在各族群所谓的自主决定机制的机制要如何来形成。那我们今天来讨论。那这次也特别想提到说，就是这次的身份法的权利的议题，其实有别于我们过去在推动原住民族自治的过程，多半是从立法者或是行政者的角度去推动原住民的自治。不管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原住民自治区，或是原住民族的图海草案，是透过身份权做一个开端。那大法官是从这个宪法的高度，借由这个司法权的力量，由这民族自行创建原住民族自治权的可能。也就是说，透过一个权利跟一个权利的建立，来逐步实现原住民自治的目的。那今天邀请到了6位的座谈人，那也在我们线上我先来介绍今天的发表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有 YouTube 频道的直播，也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先来简单的介绍来宾，那也请来宾跟线上朋友稍微打声招呼。那第一位是这个台东大学文化资源与休闲产业学系的海硕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你好，米米上，晚安哦。那再来是我们总统府原转会的邹族委员文高明委员，委员你好。好，大家好，有个话说，谢谢。好，贝贝也跟我说。那再来的是我们太鲁阁族的族群委员亚邦罕尼。别那么干啦，韩安莫亚波哈尼，大家好，我叫亚崩。您好。那再来是成功大学地球科学学系的乐盖教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老师好。那再来也是我们这次主办的这个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理事长陈明元。麦克风要打开。那个大家好这是阿贝贝，我是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现在的理事长敏元，也不希望大家好。您好。那还有一位是我们长老教会的欧密牧师，因为他还没有在线上，所以稍后我会再补充介绍欧密牧师哦。那非常感谢今天6位的座谈人参与。那我刚刚有说到，我们今天 YouTube 同步有进行直播，线上有非常多朋友跟我们一起聆听。那我先讲一下稍后的流程。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从7点到9点半，会有2阶段的发言，2次的休息时间，最后会开放半小时，让这线上朋友可以提问交流。那第一阶段针对座谈人的发表，那每一位发表人在第一阶段跟第2阶段都有7分钟的发言时间，那剩下1分钟时间会有铃声的提醒哦。那这个时间到，我们会再提醒一次。那请这讲者要把握发言的时间，那同时也请这个讲者还没有轮到您发言的时候，先将您的麦克风关闭。那轮到您发言的时候，记得也要打开麦克风。那另外是在提问的部分，因为在 YouTube 的直播上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稍微再陆续整理一些问题。那有要提问朋友，请先写下您代表的单位或是族群名字、问题。那问题有没有要指定问谁，可以注明一下，让我们这个团队可以收集一下。那在最后30分钟问答时间会提供给讲者。那过程中如果声音或讯号有问题，也请直接在 YouTube 上面反映，我们会及时处理。那接下来我们赶快进入第一阶段的座谈哦。那我想先请6位座谈人哦，针对这次大法官所做出的判决给予一个整体的评价，或许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可以先提出。那我们先请这个海硕老师，进行我们这个题目的发表。那因为海硕老师有简报的部分。好，这个有看到吗？有了哈。就整个判决文啊，这个释宪文啊哈，那因为其实内容真的很多了哈，那其实很多用词，我想大概法律的比较看得懂啊，一般的可能不是那么可以理解。那有一些它不针对里面的这个整个释宪文，有一些我比较会，应该说我比较特别注意到的哦。那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认同表征哦，就是交给各民族自主决定嘛哈。那也就是说，这个回到各民族去决定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
这个2年内没有修法完成的话，那大家都变成原住民，哎，所以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隐忧。不过我觉得也可以是一个契机了哈，哎，那以下的这个 PPT 的这个分享了哈，那我想会有几个重点哦，因为欧密牧师还没来，我应该可以讲多一点哈，哎，那我会分享几个重点，一个是原住民的姓名制，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谈原住民身份跟原住民姓名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又跟我们整个国家对原住民政策的这个姓名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上是这个原住民姓名制啊，这个战后原住民这个姓名政策，还有认定跟认同的一个不同，还有这个。我们也回顾一下，我们说国家推动原住民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还有原住民身份法制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这个也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说从过去的3包身份认定办法，到现在的原住民身份条例，认定条例的这个立法或修法过程，还有它的影响，还有这个释宪后2年到哪里了？未修法的隐忧以及影响。那这个第2阶段，我大概会谈这个释宪后的原住民发展契机了哈。那这个原住民的姓名制很快的带下哈，那我们原住民我们说这个就名字啊，那有姓氏的我们说这个叫姓名制。那其实台湾原住民至少有像布农、邹族、少族、甘纳姆达都是有这个氏族名字的哦，所以原住民是有姓名制的哦。因为大法官的释宪文里面他说他没有提到哈，他就提到这个亲子联名、亲从子名制啊哈。那再是就姓谱来说呢，当然有分这个永续性的姓名制跟非永续性的姓名制哦。那永续性的就我们说平常以名来称或辨认个人，那这个会比较像有氏族名的这个民族了哈。那非永续性的话，这个比较会属于像排湾卢凯的哦，就是他可以因为这个婚姻或是分家，然后另外取一个家名。然后这个原住民各族的名字类型表，我想说还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了哈，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台湾包括法官哦，其实对这个都很没概念哦。我们原住民姓名是非常多元的哦，至少有这种亲子联名制了哦。那亲子联名又分父子联名跟母子联名，还有这个姓名制哦，比如说有氏族名字的，刚刚讲的这几个布农、邹等等这几个族，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像家名制的哦，排湾卢凯、卑南。那还有一个我们在外岛的达悟族的这个亲从长是更名字了哈，所以看这个表就知道原住民的名字是非常多元的哦。那大法官的那个释宪文的疏漏哦，他这个氏族名字哦，他没有提到哦，其实是存在原住民社会的哦。那我以这个布农族的这个西斗哦来分享的话，我们说这个氏族身份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这个氏族哦西斗身份的认同。哦，那如果整合各个布农族的氏族，我算过大概140几个了哈，那可以延伸为这个整个布农族的民族认同的这个范畴哦。那布农族社会文化重要而根本的它也是一个布农族社会文化重要而根本的组织啊哈。那这里我觉得特别要提到氏族跟婚姻禁忌，我们讲巴拉萨姆哦，我们只要是这个同一个宗氏族之间不能通婚，然后对方也不能跟自己的妈妈的氏族通婚哦，妈妈的氏族这样也是不能通婚的。还有就是这个1跟2，即使情形不在可是彼此的母方氏族相同的时候也不能通婚哦。会特别提到这个，是因为这个会涉及到我们说这个原住民身份这个法修改之后，这个原母和这个汉父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干扰哦。那当然还有这个他的氏族意义也蛮多的了哈，这个我带过去啊。那我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我觉得真正的布农族是什么？我们说布农都达啊，那基本上布农族是父系氏族社会啊，那氏族名的继承是从父系而来的。那当然有一些例外哈，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收养以及这个收养之后他的后裔啊。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少看到的，甚至我觉得可能是近代开始出现的这个西纳鲁马文，就是入赘这个情形。那因为入赘呢，所以他的孩子是可以用母亲的氏族名啊，那其他都不行。所以一般嫁出去的女子所生的孩子是不能使用母亲氏族名的，因为这个是违反马萨姆的哦。这可以参考刚刚氏族订婚的那个规范哦。不过现在其实都已经这个也已经有点被破坏掉了哦。那传统上被认为具有布农族身份的条件那个传统上那我觉得一个大概是一定有西洛布农族每一个一定有他的西洛归属哦。那再是当然有这个案名字啊。那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变化那还有就是会讲族语
当然这个在当代来说，这个有一点流失掉了。那我们回顾一下战后政府的人民姓名政策，那基本上就是全面改姓汉名了哦。那这个当初的这个改姓过程跟结果呢，这个过程是非常任意的、随意的、不尊重的。我也听过很多不同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拿那个牌子，然后他们就去挑，然后就这样取了。那很多是户政那个时候的这个负责人员、承办人员就帮忙取的那这个对有氏族名字呢的破坏跟搞乱他们的氏族关系跟认同了那再来是对亲子联名跟亲种子民呢，对他们来说，对这几个族来说，是产生新的姓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出现了很多兄弟或同一家族之间不同的汉姓，那我们可想而知嘛，不同的汉姓会造成什么下一代的乱伦嘛，因为不晓得我们跟那个氏族或是那个家族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这个也造成氏族或家族禁婚规范的被破坏了所以出现很多这个乱伦的现象那这个在部落其实蛮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当然，这个各族的影响程度不一了那我觉得原住民族使用汉姓，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化一直持续遭受破坏的过程也是一个被同化的过程，到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那像这个用这个亲子联名、亲种子民这个民族呢，那我觉得他们借用汉字当做他们的姓，那事实上是看到姓可以是一条民族发展的这个姓的这个姓名道路那我觉得重点还是应该回到应该要尊重该族的这个自主决定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先讲到这里谢谢。好，谢谢海硕老师的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提出的那个讨论那我们线上这个欧密牧师他已经在线上刚加入我们的讨论那因为稍后牧师稍后有事情要先离开，那我们是不是先请欧密牧师针对第一阶段就是说这次这个大法官做出的判决这个宪法法典判决，我们先给予一个整体的评论，还有一个分析，或是有比较重要想要提出的观点。我们是先请欧密牧师来针对这次的发言。大家好那我也是很赞同海硕老师所提出的从文论的一个姓氏制度跟这个文论的整个族群的一个维持所有的秩序跟所有的生活的一个习惯法也好，或是整个秩序也好，都有它依循的一个制度。那答案也是一样的，非常严谨那如果说是单就抽离出来个案来谈是命名，那没有办法看出全貌的。当我们在讲姓氏的时候，它所背后带来的是一种是一个法，是一个规范，是一个依循，也是一个信仰。那么不是就单一抽离出一个命名这样子而已，因为它带动的是整个在泰雅族也好，各其他族群也好，它所有族群运作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的那个系统，而那个系统是带着这种彼此的一种共同最高的一种约束也好，或是依循也好。那我们泰雅族简单来讲，或是赛德克泰鲁格在讲的就是嘎雅嘛。但是我们在讲这个嘎雅跟达彦在讲的嘎嘎，这个背后还要再深入更深的，它就是有一种宇宙观，它就一个传统神观了，一直到回复到现在生活的一个实体。所以不是命名，不是就单向去讨论，那你这个姓氏，那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因为我没有着力太深在思考这个部分可是我们从现在的一个现况再来看就是说，从这个汉姓，不是说国民政府之后，那更早就这个日本他用皇民化的一个制度之后呢，那其实在姓名上面也都直接跟间接有所冲击的，但是特别对我们生活跟所有的一个运作那个汉不是叫汉姓汉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图腾的认知，好比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协会啊，那个协会，你看那个冠那个名称有多少是带有在地本土思维逻辑，就是在地族群的一种概念好比说泰雅尔族部落永续发展协会，类似这样的。我讲这个是包括组织跟法人所有的团体，那么很多已经在运作中，那个逻辑、那种思维、那种论述，很多也都是这个，很多都会掉入在汉的一个思维逻辑里面那我在讲这个不是说要去除法或再去修订或立法。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过去有一点各族群在谈民主的一个自觉的话，我们主议会扛棒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的部落议会、部落会议，它的法源哪里来？绝对不是透过中华民国的宪法或是现行的法令去呢。如果没有这个族群、这个部落何来？要大家集大家的一些想法，捐弃所有协会、基金会各这个布农民主议会，成为跟国家政府对话协商，就现在在谈的自我认定的这个，不是族群来认定的一种自我发现，就是说这是很急迫感，这个对我们各民主必须要加快脚步了。那我们过这么大的一个民主所发生的事物嘛，所以我是认为我们也必须直球对决。各族的民主，各族，我觉得牧师，请问是讲完了吗？喂，牧师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不好意思。我前面讲的有声音吗？喂，因为刚刚好像牧师您的那个网络的问题所以您已经发表完毕了吗？发表完毕了。是，
好，好，谢谢牧师。那因为刚刚有一点点稍微就是断断续续，可能是牧师那边的讯号的问题。对，那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先请文高明委员来我吗？进行哦，第一阶段的发言。好，对，委员，好，主请说。持人，各位线上的各位先进，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判决啊，我有几点感想，还有一些做法来就教各位啊。事件判决的结果将会影响到9万多名的类似状况的小孩是否可以取得这个原住民的身份。那大法官把这个责任推给现在部落的原住民来做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责任意义非常的重大。当然，在我们获知这项讯息的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也有很多的意见，比方说有看到很多说大法官媚俗，对我们原住民的权利无知，还有的说为什么要向大法官来请求释宪呢？这不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吗？当然，这些个意见呢，都是大家发表我们原住民自己的对这件的看法。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确定，所以我们要很慎重的来面对。我个人也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诉诸大法官的。大法官当初本来就不应该接案这个把问题丢给部落。我们的感觉我在私底下大家谈的时候，就好像有意要护航同样身为法律人的诉愿的个体。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是一个利益导向的一个个案的申请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凡来做番》邓来做欢这本书。我在想如果把里边的这个利益的这一块去除掉，比方说升学优待了，或者保留地的这样的案子，是不是还有愿意来做番吗？这个是一种的感觉也听到大家都在这样子讲。那我一向主张要扩大族群的结构，所以一直以来都欢迎展开双手来欢迎所谓的认同者加入我们原住民的这个行列。但是对于动机不良或者别有用心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重视？不管怎么讲，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原住民的集体的权益。这个是我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的一些感想和听到族人在谈起这件事的一个感想。那在做法上当然这件事现在大家都在谈，要用什么机制来制定、来认定这个原住民的身份。那我也赞同刚才还有牧师所谈到的，要依循制度、信仰或是关系这样的一个步骤。那么在现在大家大概可以想到的一些方法怎么认定呢？比如说透过部落会议，或是透过刚才讲到的民主议会，或者更进一步要成立所谓的16组的民主议会来共商大计，来共同来审认。但是各族群的状况不同有些现在是有民主议会，有些大部分都还没有进入到民主议会或者是部落会议。我们最近在总统府也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原住民自治还没有立法，那么现在
最新的就是还停留在我们在讨论试办的这个阶段，所以也许原住民要透过所谓16族民族议会来集体表达我们的集体权的这种做法，可能还是有困难。那各族群的状况不同，我们只能提供像我们州族，我想提供给将来如果是作为这个审认这个身份的时候，依据你不同的族群来做一个考虑。我认为州族比较可行，而且能够兼顾众多比较有代表性、彰显多数人的一种意见的方式，就是回到昔日氏族长老会议来决定。这是在州族方面我所能想到的。我的理由是，州族传统的社会是以长老会议为最高的决策单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州族的亲属组织系统非常明确，目前尚有约40个亚氏族可以辨认，可以透过氏族或长老会议来传达我们州族的集体的这个意志。第三个就是刚才所谈的自治立法尚未通过，虽州族民主议会我们现在也是还在除议的阶段，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以这个议会的这种模式来去运作。那具体的做法呢，有2种。第一个，州族传统的概念是家的概念是以氏族为主的，氏族底下有许多的亚氏族，刚才我们谈到了有40个还可以辨认。当事人如果想要取得原住民的这个所谓的身份，可以先向他的亚氏族，因为你从哪里出来，你最起码知道你是属于哪个亚氏族经过所属氏族，也就是他上一层那个我们讲的州族家的概念，这个认可以后，再交由氏族长老会议来承认。第二种做法就是当事人向所属的亚氏族申请，直接透过亚氏族的代表共同来认可，再交给族中的长老会议来做决定。那我们一直讲到州族的家的氏族的结果，我想把这个有一个图表来做一个分享这个我看看。好，那待会儿有时间我再来您的介绍发言那时间我的时间到了嘛好，那我暂时是谢谢报告到这里老谢谢你。好，可以，好，没关系，因为我们稍后还有第2阶段，老师可以再做一些补充，我时间到了吗？是不是？在第2阶段进行分享。我时间到了，对，您时间到了，是，不好意思，对，已经谢谢7分钟结束，是，好，没关系，我们下一站再由老师再补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那个亚邦韩宁来做第1阶段的发言分享。大家好，我是亚邦哈。我觉得，当代的原住民族其实碰到非常多的议题，然后因为我是社工背景的，我个人是经过8年。然后在不管是长照的原住民族的文化照顾，还是原住民族社会工作等等，跟政府对话的过程中，一直不断的被要求说，我们必须要在短时间内要提出来说，我们原住民照顾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原住民族社会工作的模式等等。我在很多的场合上面都回应，我们需要时间讨论，因为我们原住民族被殖民是将近100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短短的这几年就可以去讲一个什么模式等等的。可是经过了8年，我觉得没有办法一直用我们没有时间讨论的这句话一直作为使用的理由。
那是否能够在族内展开对话，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我其实非常感谢郑川如能够有勇气抛出这个议题，让我们大家就像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它，去展开讨论跟对话。那再来是每一个族群的命名的方式跟他自己的族群的身份的连接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台湾目前被认定的有16族，那每一族都有它不同的方式。那比方刚刚像前辈有分享布农族的一些有氏族的命名等等的。那在太鲁阁族的传统习俗里面的命名方式，其实就是家族家。我问过几个长辈，他们都说跟家族的连接是重要的。那因为我是太鲁阁族，我针对太鲁阁族的文化传统习俗做一个表述。那一般来说，在太鲁阁族里面是由男性的家长做命名。那当然，男性的家长离开了，你由女性的家长也可以命名。那甚至是你家族里面的家长也可以命名。那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跟家里面的关系，它还扩及到家族。那我爸就有讲过说，我们家里面出去的孩子不可能不会知道他的存在啊，即便是可能跟我们家的关系不好，但是一定会知道有这个小孩子。那所以关于他是这个关于小孩子他是不是原住民，或是他的名字如何去命名，这个不是别的家族的人可以介入的。那在太鲁阁族里面的阿尤斯界限还是非常的清楚。那原本太鲁阁族就是以家族作为生活文化的连结，其实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多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 Boda、我们的杀猪文化、祭祀、婚丧喜庆，甚至讨论土地的分配、传统狩猎的领域等等，你不可以去跨越到别人的阿尤斯，你不可能去跨越那条界限。那所以你现在在部落里面看到那些在做一些不管是社会倡议活动的，或者是各个协会的成立，那甚至选举，你都几乎可以用家族的关系去看，那都是有关系的。那只是说从日据时期开始，我们太鲁阁族就被集团移驻了。那集团移驻是说，我们原本的旧部落是以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家族就是一个部落，在山上一个部落这样子。那现在呢，就是日据时期的时候就打散，我可能这个家族的不同的人，我就集中在现在的现行的部落里面。以我嘉湾部落为例，就有29个家族在我们嘉湾部落里面。那所以日据时期开始这个集团移驻的政策，目的就是要破坏太鲁阁族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文化生活，它就是要破坏我们的文化传统跟文化的传承。那所以现在来去讨论它，是说我们现在的部落它都是由不同的家族去复合集合的这样子。可是在我刚刚说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活动上面都还是可以看到有家族合作的一些关系，你还是可以去分析，就是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连结。那所以现在我们谈到大一点的，我刚刚讲的是我们太鲁阁族过去本来就是以家族为核心做生活的连接，那不同的家族之间甚至不是很友好，我们可以互相打起来，你只要跨越到我的家族领域，我是可以就是杀你的人头的。那这个就是太鲁阁族的就是过去的这样子一个文化的领域性是很强烈的。那甚至我们现在在谈的族群的概念，或者是现在每个部落本位的一个部落会议，或者是民族议会等等，我觉得都是因为因应近代为了因应被改变的部落状态，然后产生的一个新的组织跟概念，它是具有政治目的性的。可是我们谈到这个小孩子的身份认同跟命名，他回到部落的日常里面，仍然还是以家族的讨论决定为主。这个是别的家族的人没有办法去替你做决定，那甚至也很难回应到就是部落会议的其他家族来决定你这个小孩子的命名或你这个小孩子的身份。那像我刚刚说的，当代的原住民族碰到非常非常多的议题，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被挑战很多很多的议题，包括土地的啦等等的。当代原住民族在
身份跟命名上面，其实我们现在的当代原住民族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状态，包括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现在在讲的都市原住民，那甚至就是跟家族关系不好的朋友，可能远离部落的朋友也有，那甚至还有一些敏感族群的朋友们，那就是以前在50、60年代的太鲁阁族的黑暗史里面，就是性产业被剥削的他们的后代孩子们。然后是没有办法，就是回到自己部落里面。那甚至现在我们讨论的，我们太鲁阁族的同性恋的家庭，那甚至有他们自己同性恋家庭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太鲁阁族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要怎么去？应该是说，他们很难在他们家族里面去讨论他们的命名，跟讨论他们的身份。那可能甚至不太可能透过部落或者是民族的议会来去决定来讨论，因为有很多的倾向的议题。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是，我觉得在族内里面还是必须要展开对话。那我就是大致上把一些过去跟现代的脉络去做一些分享，这样子。以上。好，谢谢亚崩哦提出他的想法哦。那稍后我们在第二阶段也可以再做一些补充。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欢迎这个乐盖教授来针对第一阶段的主题来做一些发。主持人还有各位贵宾啊，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哈。那其实这个释宪案推出来之后，我是感觉非常的这个不安跟不适啊。就是说，他把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这个几千年的传统命名文化，那还有一些的原住民所面临的问题啊，那把它丢给这个大法官会议去做决定。那这个基本上我是认为非常的不安，尤其是台湾族有非常严谨的这样子的家族或是家团的这样子的名字的结构那突然被一个个人的这个释宪案，那有可能把所谓的排湾族的传统命名的这样子的文化推到一个悬崖，因为从这个所谓的恢复传统姓名已经通过了大概26、27年。那其实这26、27年里面呢，恢复传统姓名的族人其实比例不高，大概6% 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更应该努力的是说，要怎么去增加这个传统姓名的这样子的使用才对了。那当然，所谓的传统姓名，之前国民政府这个强加于族人的，那其实站在转型正义的这样的旗帜底下，对恢复族名这样子的措施，我觉得不只是要有所谓配套的便民措施，甚至是应该用补偿式的方式啦。因为当初是你国民政府来台说强迫我们去接受所谓的汉姓，对不对？那我们要恢复传统姓名，那不只是面对社会上种种的这样子不方便跟这样子的困扰更应该站在转型正义，那给予这个有意愿或者说完成这个恢复传统姓名的族人给他补偿，就跟语言一样嘛。那语言也是因为你们国民政府来台，那造成我们的语言的流失。那我们要推语言的复振，当然是需要你这个什么始作俑者的补偿式的这样子的措施出来因为每次我看大部分的县市政府在推这个所谓的恢复传统姓名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就是用便民措施啦，我觉得这样子做是不够的那针对说这个大法官说要恢复到族群去决定，那为什么大法官在接受这样子的释宪案说，不要把这个族群个别开来了？既然今天申请人是太鲁阁族的，那你应该要考量到太鲁阁族的命名的传统这样子的思维，去针对太鲁
太鲁阁族的这样子未来的这样子的命名，汉父汉新的这样子的命名的方式去做讨论嘛？怎么会一下子就把原住民框起来？那其他15族的法定原住民都陷入了有可能是这个传统姓名文化会被消磨、会被减弱的这样的危机呢？他当初就应该针对释宪人所属的族群来去做解释嘛。而且所谓的回到族群去做这样的解释的话，或者说做这样身份上的认定，你想我们可能做得出来的那个权利或是认同表征的强度，可以超过大法官判违宪的那个什么，从汉姓也可以变成原住民这样的限制吗？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排湾族的族群意识，或者说我们所出来的共识是说，我们维持现行的方式，你要从原姓或是从传统姓名才可以变成登记为排湾族人。你想这个法会过吗？不会嘛，因为这个现在已经被判违宪了啊，是不是？就会有个天花板在那里啊。所以我想这样子所谓的回到族群做决定，我觉得如果我们族群做出这样的决定那这个所谓的行政机关或是大法官认为这样子的族群的决定的强度，法律强度会高过原来的释宪的结果我觉得我们族群可以考虑就是也丢一个释宪案出来，因为你说你要去所谓的尊重族群的意志嘛，那我族群意志做出来，如果你那个什么不让我实行的话，那这是我们族群也可以起来去丢一个我们集体的这样的释宪针对排湾族的部分因为在这个释宪案之前每个人都讲说这个传统姓名很重要它代表了认同跟使命感。奇怪，这个释宪案出来之后，怎么会变成这个名字突然也可以变成什么？不是变成原住民的要件之一那我可以预想了在排湾族的部分再过50年，我觉得传统姓名会因为这样子的判决会越来越少，真的不要骗人，会越来越少，而且每一家族的姓氏汉姓的这个姓氏的种类会五花八门，也许你一个家族再过50年，再过100年就变成百家姓了，你几乎找不到所谓的传统姓名了，因为你很难保其中的一代是取这个汉姓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把问题放远去看，怎么可以用个人权利的这样的伸张去危及到所谓的族群集体的发展。我们自己问自己，再过100年还有传统姓名吗？如果连这样都被判违宪的话，还有传统姓名吗？好，谢谢，以上。好，谢谢了盖教授的建议，有一些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先请敏媛来跟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请敏媛。OK， 那个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与会的前辈们大家平安那我是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的敏媛那今天就是我们第一阶段是先针对这一次大法官释字的这个相关内容我们进行这个讨论。那我直接讲重点重点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有关族群自我认定机制，就是那个自我认同的认定机制，我们如何落实？就要回到各族群那最后面会产生一个共识吗？我不知道，就是这2年内我们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刚刚比较没有提到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更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对于民族自决权跟所谓的优惠性差别待遇的那些福利政策如何脱钩，这其实在大法官的这个解释文里面有提到，那只是说到目前为止比较少看到这一方面的讨论那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的主要战场。那这是结论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还蛮诧异的，就是我们政策协会还蛮诧异的，因为这次的释宪文跟我们协会在日前发的声明，就是在4月1号前发的声明，其实是大致雷同的
那我这边就稍微讲一下，我们那时候的这个释宪文里面，我们的协会的声明最主要有分成3个步骤哈。那第一个是针对现行的这个原住民身份法跟我们的这个在台湾社会的这父权思维这件事情，就这应该是2件事情。那我们认为说这个父权思维这件事情，就是说子女一定要从父姓，入宗祠继承这些东西。这种概念应该是被两性平权的这一种思潮，应该是要慢慢的取代掉。那如果是以这个台湾社会状况是这样子，要求我们的这个身份法这地方进行修正，这其实会有一点逻辑上面的错字的一些问题了。那虽然但是这个现状父权的这个现状确实是要去检讨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我觉得这一次在大法官释宪文里面确实有提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那所以说，在介于这一个很好的这种点，我其实就跟亚蹦讲的一样，我其实是蛮佩服这个郑川儒教授这边提出这一次的释宪，因为其实找这个机制的设计，就是接下来我要讨论到这个机制的设计，其实早在2016年，我们真正协会其实就有提出一个修法的一个方向、一个倡议了。我们就希望说，现行的这个原住民身份法的这个认定机制，就是从姓或从民这个认定机制，能够有所谓族群的机制能够进来。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是否是个别族人，是否是周族人，是否是排湾族人，是否是这个太鲁阁族人，这个跟我们族群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现状。那我们呢，其实早在2016年其实就有提出一个修法倡议，只是说因为确实那个时候有一些比较难去克服的障碍那所以说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协会的提出的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自我认定原则的这个部分。自我认定原则对我们而言，它其实不管是联合国也好，或者是我们目前的2人权公约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集体权。而且是民族自决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权利那这个民族自决权的核心的权利，其实在这一次的释宪文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这个自我认定的机制应该是具有双向性的这个双向性我就简称是双向性这种双向性是一个个人认同，一个是族群的认定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跟 membership 这件事情是要同时具备的那这个是第2点。那我们这边还提出第3个，就是有关这个原住民身份认定，尤其是所谓的这个民族自决权利跟所谓的这个特殊国民待遇的这一种优惠的政策，这2者是分开来，它本来就不应该是放在一起。那可是比较可惜的是说，一开始这个所谓的特殊的权利跟就我所谓的优惠性差别待遇就优惠待遇或优惠福利，跟我们的民族自决权一开始就被混淆了。那就因为我们就讲说，它其实会这地方在设计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把所谓的身份的认定直接给它绑定为它是属于特殊国民那他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那就导致说我们后面在讨论民族自决权有关教育的、土地的、政治参与的传统领域的这些，我们往往会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常常会有一个社会的一个观感，就是你们原住民已经有那么多东西了，你们还要什么东西？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去诉诸转型正义原转会的能不能够有一些带领的角色，让我们去认识这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个困境。而比较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那可是透过这一次的，不管是身份法，或者是说我们在2018年州主，就是我自己本身的族群，州主在办理的这个狩猎自主管理，它其实都是透过一个从来自于族群的集体的这种角度来去试行一个我们要怎么去认定我的自然资源采集的方式，或者是接下来这2年内，我可能就要去试的是说，我要如何用我的这个传统的机制来去认定我的成员这其实是还蛮这个是往自觉的方向去走。那只是说它确实面临到有很多的困难，那这个困难该怎么去解决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面对的问题。那这个所以说我在这边再重新强调一次，就是说有关自我认定原则的这件事情，我们始终认为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双向性的，就是说一方面是个人认同的这个我要有，就是我们原民会常讲的这个表征行动表征主义这种，我去从姓或从民，这个个人认同是一件事情。
那族群的认定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本来是对我们而言，我们会主张说这个是要同时具备的。哦，那大法官在这一次也认定了这件事情，他认为说这个要同时具备。那举例来说，可以怎么做？哈，那就变成说回到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我去做一个认同，哦，那这个认同可能就像今天看到的，可能是可以去从姓从名，哦，那可是如果未来族群认为说啊，这从姓从名根本不重要，哦，你可以保留，哦，如果是这个汉部元母，哦，你可以不用从姓。哦，你可以不用重信，可是你必须要践行我们族群的某些特殊的机制。哦，像是说我们的就周族而言，我们有一个 Homeya， 我们 Homeya 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小米收获的这个祭典 Homeya 的时候，我们会做那个签条，哦，然后去算这个家族的人口，就是有点类似帮他做这个身份的登录。OK， 那如果说未来我们的族群认为说这样就够了。哦，那我觉得说那也无妨，那可能就是按照我们自己族群机制，那只是说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最后10秒，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未来，这各族群是会，我有比较难想象的说各族群是要个别的有自己的这个认定的办法吗？哦，还是会有一个共识？那第二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未来有关这个所谓的刚刚一直提到的优惠性的这种福利跟民族自觉的权利，它到底这之间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它是两块吗？还是说这个自觉权利？跟它是包含这个所谓的优惠，就是自觉比较大哦，优惠包在这里面。那同时都会具有这个身份认定。我同时就把这个问题也一并抛出来，就叫各位线上的这个前辈专家们。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敏源哦，感谢刚刚在第一阶段6位座谈人的发言哦，相信也提供不同的观点和建议想法。那线上的朋友可以开始整理一些问题哦。那目前是7点55分，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那我们大概在8点05分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会议室进行。那现在大家可以根据第一阶段，那可以开始整理一些讨论的问题。那我们稍后在第3阶段会来讨论。
妹休息。
好，线上的朋友，大家休息完毕了吗？可以回到这个座谈会的现场哦。那现在呢是这个8:05，那我们要准备进行第2阶段的发言。那也请线上的座谈人可以回到我们的会议室的现场。那线上的朋友呢，在刚刚第1阶段，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那也都可以陆续的整理，然后贴到我们的 YouTube 的直播的这个留言串上面。那我们的团队会进行整理。那在第3阶段的时候，我们会有30分钟的交流跟座谈时间。那稍后这个问题的部分，可以先讲一下您的代表单位或族群，然后你要提出的问题，或是问题我们要针对哪些线上的座谈人，也可以注明一下。那时间现在我们这个会议又开始咯，这个线上的座谈人请要回到我们的线上的座谈咯。来了，哎，老师也回来了。对不起如果线上的那个语坛人，如果回来可以开一下荧幕，让我知道说你已经回到线上了。那我们要进行第2阶段的讨论。好，谢谢。那回到这个线上的座谈会现场啊，其实刚刚在第1阶段哦，6位语坛人哦都有提出各自的一些想法。那这次的宪法法庭的判决，其实大法官也认为哦，这个族群的文化认同应该有更多元、更弹性，还有客观的表达的方式。那在这一阶呢，我们进一步就要谈的是，好，我们现在要修这个原住民身份法，在2年内，那就各族群的现况，那我们包括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组织程序或是流程来决定原住民的身份认定呢？那这当然就是牵扯到各族群的一个自主性哦。那另外刚提到说，在这个时间上哦，大法官从判决后2年内就要修法，那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紧迫，也就是说要在2024年的3月31号之前。这身份法的修法，主管机关就要完成立法院的3读通过，而且当然这个还要评估各族群内部的沟通，还要怎么样来协调各族群的这个决定的机制时间。那第2阶段，我们就想要听听各个这个线上的座谈人哦，来跟我们分享看一看哦，到底是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制度哦，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自主决定的机制。那尤其在身份认定上，尤其是我们刚刚在第1阶段有一些来宾有稍微谈到这个部分哦，那在第2阶段我们就可以继续延续来做相关的补充啊。那在第2阶段的发言，我们也是每个人有7分钟。那刚刚第1阶段也有那个铃声的提醒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第一位，我们还是照刚刚的顺序来说，我们还是先请海树老师。那老师可以再继续做相关第1阶段的或是第2阶段的一些补充，请海树老师。老师麦克风要打开。我再开一次。好，没问题，因为老师他有准备简报，所以请各位稍待一下。好，有看到吗？有的。OK，可以。好。我想我先谈一些观念了哈，就是因为这里面谈很多认同，那也有谈到这个认定，那这个认定跟认同这概念不一样哈。那我们先谈原住民身份的认定哦，这个认定呢，在我们中华民国里面，这个是比较属于法律用词哈。我们比如说原住民身份认定办法哦，那都是用这个认定啊。所以呢，只要谈到原住民身份的认定，它就是一个民族政策的议题，不会是个人的问题。
当然那个个人可能会在这个民主的问题里面不过他必须还是回到他就是一个民主政策的议题那因为这个我们说认同我个人觉得他比较属于心灵层面的他也很容易变化。比如说我现在很认同原住民，可是可能我的下一代不会那么认同或是说我可能长大以后我就讨厌原住民也有这样的嘛。因为一些汉人很喜欢原住民，他就认同他觉得他就是原住民甚至这个有一些人有些原住民会给他一个原住民的名字那是认同那是可是它是不稳定的比较属于个人性的那谈这个但我们现在谈原住民身份的认定它就是一个民族政策性的议题那只要是政策，它必然涉及到这个权利义务跟责任那也必然涉及到整体国家的资源分配议题，还有原住民政策推动的资源分配议题我想那个这个应该算是常识了那我觉得这个那再来这个国家制定并推动原住民政策的目的我想应该至少有这几个保障扶持原住民族的生活生存权嘛那再来是保护或维护原住民族文化促进原住民族文化的传承，那这个里面也包括这个所谓的 TEK 传统生态智慧。那再来是尊重原住民族社会跟文化的发展，还有就是尊重并保障原住民族的自主自治权。还有这个当代来说也是一个转型正义的政策回复那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保障原住民的民族权还有民族权当中的原住民当中的这个个人权那我觉得我们谈原住民身份其实都应该跟这个是扣紧在一起的那我们说原住民身份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什么要制定呢如果你只是认同的话，那个是你的事情你可以不用变成原住民，因为你就是认同嘛那原住民身份法制定目的，我想就是为了要有效推动原住民族政策我想任何的政策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对象，那当然对象当然是原住民身份了那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它也在保护原住民族并积极维护原住民族文化的传承那我觉得它有另外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原住民身份的这个它的目的或是修改，我觉得其实都应该要搭配整体原住民族政策的这个目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谈的那几个目的如果不能搭配整个原住民政策目的，我觉得这个法是会有问题的那再来我也强调是说原住民族的价值或说原住民族这个政策的考量不是在于量而是在于质因为我从以前就常听到说原住民人少，那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方式让它变多那变是量化的问题，而不是质那质的话，我更关心就是说这个文化的传承族语的传承延续那是不是这个可以让族人生活品质更好等等这里有提到应该是族人生存得到保障，生活品质提升还有民主社会文化变迁发展有没有被尊重并能够具有民主自主权这个才是我觉得应该是关心的这个民主政策这个质然后那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回顾三包身份认定到现在的原住民身份认定条例的整个立法过程或修法过程和它的影响，那基本上就简单来说就是一直没有尊重各民族的自主自觉跟它的文化差异性是先后2年未修法的隐忧这个是我们都一直很担心的嘛。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原换通婚，当然这个是很正常的频繁之下呢，原住民的人数一定会暴增，所以我觉得不是说9万人的问题，而是它会一直延伸下去比如1/16会可能变成20几分之1，20几分之一会变成几百分之一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有些人真的是认同原住民这个是 OK 的。那有一些人其实蛮多是这样的，他为了要争取或是要抢原住民的这些资源，那这里面很多政治、经济、土地、教育等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福利。那真的换原住民身份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说如果是1、2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2或者是1+2那我们说这个原住民不断的扩张，因为大家都会看着利益嘛当然我们说这个利益或许可以脱钩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觉得不久将来大家都是原住民这个我们要长远去看然后是先后2年未修法的影响第一个我想说原住民传统文化民族特征很快的会被稀释掉，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原住民越来越不像原住民。那再是对部落族人的影响呢，因为部落族人他们竞争力弱那各项原住民的这个资源的争取或者是升迁一定会被挤压的你看我们现在念建中北女或是念我们说比较好的大学
其实很多都已经不是我们说部落出来的这个孩子哦。那再是作为部落土地呢，哦，比如说保留地好了，这一定会大量的流失，也加重它的商品化，还对台湾环境生存永续的这个危机会加重了哦。那再是造成传统社会组织、部落组织等更严重的破坏跟干扰。还有一个就是原住民政策的失焦跟矛盾，因为原住民政策的目的是是针对国家内的这些特定的人，也是原住民啊，那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缘故、文化差异，还有过去来的民族文化、土地啊等等被破坏或是被抢夺的这个对象。可是当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下一代我们说1/20%、1%那个根本就已经不是原住民了。如果至少就文化上或血缘上来看的话那或许他根本就是汉人。那以前我们说这个，那这个不是他们在对原住民施行过去的我们说抢夺土地或是破坏原文化的这些外来政权吗？那当然有一些认同性很强，也愿意学习原住民的文化并传承者，可是那个是极为少数了我们也不能保证他的后裔都会是那个样子那事件后可以是原住民发展契机那也就是民主自主决定的机制的建立，还有它的运作那意义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民主议会的促成。那我觉得民主议会如果可以成立的话，真的可以有效落实民主意愿那再是民主自治的启动，因为这个从民主议会的成立跟运作开始会比较有，我说会有比较好的开始了。那一个它的重要性就是说，原住民传统这个创制法的运作跟协商。很多厂商是希望很多一些民间单位希望跟主去谈一些原住民创作权的这个授权问题，可是他们没有这个对口窗口，还有这个共管机制的有效运作。那再来是各项民主族群代表选出的机制的这个产生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民主自治的这个筹备了那这个民主议会推动跟运作呢，大概1997年开始，大概有这几个组，其实一直有在推了那比较像少族、塞夏族、鲁凯族，这个是我知道的，大概有成立那其他可能都还不是很成熟，包括布农族本身那1991年其实也有推这个泛原住民的民主议会。那我觉得那在这当中，原住民委员会的角色大概就是做一个资源协助者跟促成者了那我觉得那如果是2年内来不及成立民主议会的那些民主怎么办呢？那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些我觉得是补充性或是辅助性的民主性的组织比如说各组，我们现在大概各组都有这个语推组织那也是可以运作的那或者是原民会召开这个某种程度具有民主代表性的讨论本项议题的这个演绎的这个组织也可以了那刚刚也有问题提到说这个姓名是不是个人的家族性的，好像跟这个民主可能没有关系可是因为他的决策、他的决定是影响整个全族的，乃至于整个原住民族的，所以他还是必须回到整个国家的民主政策，那回到各族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比如说民主议会的这个机制去讨论会比较妥当了，因为它的影响性已经是整个全民主的了那以上我听到，谢谢。好，谢谢海硕老师刚刚其实他有提出他一些重点包括在2年后未修法的影响，他有提出来，还有在民族议会的这样的一个建立那在未来应该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组织那谢谢这个海硕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文高明老师来针对第2阶段来做一些补充或发言。好，我先分享一下这个。好。老师好像没有分享成功。好，有听到吗？喂，刚刚那个画面是 OK， 但是图片有点小。好，没关系，好。刚刚有成功。好，大家好。这个刚刚听到许多老师，您的画面没有分享成功。没有分享成功。您是要分享那个邹族的那个组织吗？可以再调整一下，没关系。这个看到吗？是。好。刚刚但是很小，可以放大吗？好。这可以，你可以看那个放大镜，把它放大。
放大镜看一下，上面有一个那个放大镜，有在左边一点，在左边，这个在左边有一个圆圆的，啊，对，好，对，这个，对对对，模糊一点了哈。好，刚刚提到各位的意见，有几个比较重要，就是未来这个原住民的身份的认定哈，就是在这2年里面嘛哈，那到底是要用个别的族群的审认，或者是要设计一个16族共同的类似民主议会这样的机制来审认啊？这些当然刚才讲到各个族群的状况都不一，不管是怎么讲哈，民主议会、部落议会，或是设计共同的这个机制啊，我还是认为要在自治的基础之下才能够彰显，才能够处理这些个问题。比方刚才提到的原住民相关的传灵也好，文化，或者是现在我们讲的命名这些个东西，这是我第一个感想。所以第二个，我是认为原民会可以再加快一些脚步，就是透过类似巡回办理这个意见的征询，或者是收集大家地方的这些意见，或是个别族群的，或者是将来怎么样做统筹，作为一个共同的集体意志发挥的一种机制，这个是第二个。那刚刚听到太鲁阁族他们提到就是很难透过家族的仪式这样的命名这是由于受到过去政权的干扰。我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拿我们现在我所处的部落这个政权的干扰的确是过去在姓名在命名的时候像我们的现在的中文的命名我们传统的命名倒是没有问题，这个会干扰的就是现在的汉字的那个命名汉字的命名。过去我们的命名呢大概有一点草率，比如说我们叫亚达乌庸安乌庸乌就你就姓文，你是穆金娜娜23叫穆金娜娜，穆金娜娜吗？抄写言呢就是汉人的，就是记载为吉祥吉祥，这些信息。还有一个更扯的就是说你是头目家族头目一定是善于巫术，所以他们就给他封为巫。更好玩的、更好笑的、更滑稽的就是，明明是2个兄弟一个姓田，一个姓申，当时在抄写的时候田字上面长出一个头，田字下面伸出一个脚，结果2个兄弟，一个姓田，一个姓申这样这个很荒谬的事情是刚才听到大家在谈到这个命名的时候，那也提到也很有一点感想100年后我们是不是还有传统姓名？那当然刚才讲就是汉姓的干扰的因素会比较大。在我们周族来讲说，这个表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还有我们家的概念是这一层，这个都是在我们的家，它的家底下呢有很多的雅氏族这个雅氏族呢都依附在这个家里面，所以我们的系统非常的明显。每一年的侯梅亚雅，刚才名媛提到侯梅亚雅的时候，都是要透过这个都要回到自己的家。那玛雅斯菲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祭典战祭，也都是以这个家族各的家族带领我们的参加这个玛雅斯菲，所以我们的氏族的制度是非常的强固，非常明显。所以传统姓名不会乱的我们一定说我们是这个家的，而你的个别姓名就是这个只要我们严格的把关
在我们州族来讲的时候啊，将来研评会收集意见的时候，不妨可以考虑这样，我们这种家族的这个氏族啊，州族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可以区别的非常的明显。最后哈，我是想说，我们身份的认同的先决要件应该是文化认同啊。那么对于我们自身的所属的社会群体，如果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刚才也有讲到哈，或者怀有什么目的，就不要来做饭了。我们需要兼顾人性，也要兼顾义理，更要重视巩固原住民集体权的这种配套措施。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谢谢。没有啊。好，老师结束了。好，好，谢谢老师。刚刚老师提出蛮重要，就是包括在原民会应该加快脚步，要接下来做相关的这个配套跟座谈会，还有刚才也提传统名字跟汉姓之间的影响。那这是刚刚文老师有提到的一些重点，还有以州族的这样的一个姓氏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亚蹦。那针对这个第2阶段的这个发言来做发表，亚崩。好，亚崩第2次发言哈，我觉得现阶段真的是需要集结大家的意见来讨论了，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我们在太鲁阁族内还没有来得及做讨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会想要在族内进行讨论的事情。那也认为是说，确实原民会需要加快的脚步来去集结，就是大家的意见来讨论这件事情。对，然后那我目前初步的想法，现在提出的想法其实是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是我觉得都可以提出丢出来做讨论这样子。因为我刚刚其实也听到蛮多前辈们的分享，我觉得也都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在太鲁阁族里面来说，其实我们现在的族人对于旧部落的来源还是非常的清楚的，包括像我的爸爸是来自 Sklian， 我讲的旧部落就是以前在山上的原来的部落，然后我爸是来自 Sklian 部落，中文叫西奇良部落，我妈是那个Gbayan 部落，就是那个中文叫新白杨部落，所以现在其实问母亲那一代50、40、50、60的一些长辈们，他们都还很清楚，非常的清楚我们的旧部落是来自于哪里，我们的迁徙的过程怎么样到哪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中长期、长远来看，我觉得在族内里面，我自己会觉得要建立一个家族的族谱啦。那虽然有些人可能有讨论，那都是用口头传的。然后，那我觉得是不是需要有一些的强烈的机制，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要求就是每一个家族或是每一个部落的，就是需要把自己去整理自己的家族的族谱。那我觉得在后来的就是子孙的繁衍跟认定上面，至少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不会乱掉，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自己家族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东西必须得要用文字记录下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当然它可能不会是这2年内就可以做完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觉得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是在我们的太鲁阁族里面现在的各个团体组织里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家族的一些关系还是非常的紧密。那我觉得可以把它文字化写下来。对，那至于就是因为当代的原住民族，那我们要去怎么去看待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身份的认同。那我自己个人也是认同是说，
原住民族的身份，你除了要有原住民族的血缘之外，你要对于你的文化的来源、你的血缘的来源，然后必须要有一个理解，就是你要能够认同你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素养在里面的。那至于这个文化素养到底可以怎么去做定定，是说，他是对于自己族群的文化是感到骄傲的，或是他有很努力在学习自己的族群文化，到底是谁可以怎么去认定？因为你的认定与否就会决定，刚刚有一个前辈讲，就会决定是说他是否成为原住民族，然后也会影响他整个原民的就是福利政策等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那因为我的先生是汉人，然后我的小孩子目前是不具原住民族身份的。然后这个目前在我们家里面，其实跟我的家族里面都有讨论到，是说我其实对我小孩子的文化认同，我不会担心，因为他拥有很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去学习。他的外公会就是教他就是很多的东西，语言等等，然后就是我爸也会打猎，然后我都会常常带他去就是花莲这样子。我的文化的条件不会担心这些东西，然后那我的经济的条件也不会担心我是否有就是跟所谓的优惠待遇是否有结合。可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角度，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立场去思考。刚刚我说的，我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他们可能甚至在家族里面就是要去谈就是自己的就是自我的认同，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更不用是说他们的小孩子就是会多难在他们的家里面去取得认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到底要去怎么去思考，我觉得还是得要去集思广益这样子。对，那对，那我自己本身可以理解郑川如老师他会想要就是给小孩一个名字吗？还是他的诉求上面？但因为那时候就是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原本以为是说，他就是可以，我爸爸有给我的儿子一个名字，那原本是说可以在他的身份证上面注记，至少是他的罗马拼音，比方说喜东亚蹦。可是就像就是现在一样，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就是户政事务所的制度，就是说他如果不是从我姓吴汉姓姓吴的这个名字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更变他的名字，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认同他是原住民，然后他更没有办法取得他的名字。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有情绪的。那个情绪是说，我觉得他的名字是要给他，那他要不要取得原住民族的这个优惠待遇，我不觉得他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名字必须要拿回给他，因为他要用他的名字去面对外面的世界，让他在一路上面的学习素养，让他知道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血缘。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挣扎了很久，但是回归到自己族群里面怎么去讨论原民的身份的认同跟文化的认同，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的意见来一起去讨论啊。那我大概的发言就是到这里。好，谢谢亚崩的发言哦。那谢谢他的建议还有想法。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请这个了盖教授来针对第二段来做发言，请了盖教授。好，其实这个大法官所提出的这个2年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短。那以我个人推这个台湾族民主议会的经验然后因为我是担任那个总召集人嘛，大概也推了5-6年了所以其实你说2年之内要形成这个族群的共识实际上有它一定的难度真的。那更何况其他族群，比如说泰雅族9万多人，这个阿美族有20万人，
排湾族是10万人哈。那其实相对来讲，像那个阿美族，你要形成一个族群的共识很难，我觉得，因为它的幅员辽阔嘛，那个人数又多你看，光排湾族就花了6年了那当然这个6年大概即将在今年就会成立了那所以那有一些小的族群就比较快，比如刚刚我提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日月潭少族啊，还有这个卑南族，那民族议会或者说这样子的平台就非常的健全那所以这个2年里面其实会非常的赶，因为族群的状况不一样族群的这个地理分布的这样子的面积不同那另外我觉得既然是要尊重各族群的这样子族群意识我会希望这个所谓最后推出的身份认同的版本应该是要有个别族群的版本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体现所谓的每个族群不同的传统命名的方式嘛，跟他们想要有的这个身份认定的跟文化上面的连接的强度是多少所以我会觉得要有各族的这样子的版本出来那不是整合或是折中变成一个所谓的原住民群体适用的这个身份的认同的这样的法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在推行我个人在推民族议会成立的这条路其实有经费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说政府也许应该可以有经费上的这样子的补助了因为你光是开个会或者说要做这样子的行政工作因为你形成共识不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谈一谈，一定是需要面对面沟通嘛，合意那所以我觉得既然大法官说要尊重族群意志，我想我会建议这个原民会要有这个这样子的经费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也才有可能性因为你这样的话也可以征得更多的民意那主导权也才会比较接近是从族群的地方的从部落的这样子的角度去做出发那当然现在部落议会它是没有它还没有变法人嘛，还没有变法人，那民族议会更不是甚至你在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我大概据我所知应该还没有出现民族议会这4个字嘛所以为了因应大法官这样子的修法建议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在原民会这里就定一个关于这个民族议会的这样子的法当然有些反对的人会说我们民族议会应该是独立于政府嘛，是跟政府平起平坐的嘛，对不对那像有些的族群的做法，像卑南族民族议会，他们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在民族议会之外，他们会成立一个协会那协会就变成是他民族议会的什么跟公家的窗口之一嘛那所以我希望会有一个所谓的族群共识，或者每个族群议会的这样的法源这样的法源跟经费我想这2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推行的过程里面这个2年真的很赶那我就很怕会最后啦我个人是比较悲观一点因为我觉得大概最后的方式会变成是有点是类似这个原民会的族群委员产生的方式那可能会变成是一种到部落选几个比较大的乡那去里面做宣导，那最后呢就变成是现场可能就是沟通意见的沟通，然后就举手通过，就变成该族群的这样子的版本所以我也希望原民会在研拟这样子的法的时候第一个是要有个别族群版本，第二个是说在研议的阶段就应该让这个族群的平台可以参与这个研议而不是整个法都已经定好了就变成是非题让这个
让这个在场的的这样子的会议啊，就变成举手通过，就这样而已。好，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对原民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行政上或立法上的挑战啊，毕竟这个事情所谓的族群的平台这样的事情啊，会涉及到很多的不同的法的这样子的折冲啊跟冲突啊，所以我会建议说，第一个是经费啊，第二个是法啊，第三个是要有个别的族群的版本，而不是整合的这个折中版。然后原民会要真的要尽量一定要做到所谓的什么这个声音，或是从这个法的这个演绎阶段就应该有这个族群代表的这样子的参与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既然这个判决已经下来了，那我们就正面开弹，就正面去迎接它，就是说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们从这样子的立法的过程里面试着把这个族群的平台建立起来，试着把这样的族群声音带到这个立法的阶段这里，而不是像那个变成是只是被谘商的这样的角色是不够的，一定要在研拟阶段就应该把这样子的平台建立起来。好，以上，谢谢。好，谢谢了盖教授。他其实刚刚有提到，因为其实前面的来宾都有提到说民族议会，但是现在民族议会的地位应该是刚刚了盖老师有提到说应该有一个类似设置法，然后让他有一个确定的经费，因为在这个投入还有沟通有非常多的成本，还有行政上的这个交流的经费要纳入，而且这个版本应该是要各族群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类似设置法或是相关的经费投入，那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的声音都能够参与在这个其中。那因为这2年内要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有点蛮大的挑战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请敏媛来做这阶段的补充发言。敏媛。好，那个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第2次发言哈，那也是一样，我先讲后面的这个可能发展的状况了。就是说，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氛围来看，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悲观的认为说，这个2年过后可能什么都没有，那大家全部都是原住民这件事情就政治现实上面来看是比较不太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他顶多就最多会像盖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最后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讨论最后面就是急就章的提出一个各族群各自有可能我认为最有可能会维持现状了。如果我们没有提出任何的对应版本的话，那确实在第一线的回到族群或回到部落这个部分，尤其是回到部落这个地方，其实族人也会开始质疑，或者是说没有信心那个没有信心是什么？就是说过去这个都政府已经规定好了，那现在再把这个权利回到我们这手上来，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发现到说，其实都还蛮普遍悲观的状态，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决定？那这边的话，其实就必须要去回到族群本身到底有没有这个动能。那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认为是有的，尤其是说我们从2018年的州主的在推动这个狩猎自主管理这件事情，猎人这个职业，其实过去也都没有的那过去的话，就是你只要是男人各族群其实都不太一样你就这个与生俱来，你就必须要有这些技能。那只是说，因为现在的法规，包含说枪炮法、野保法或者是森林法的规定这种管制法规，导致说我们必须有一套我们自己的规则出来，去取代现行的这个管制规定。我们源自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族群的这种机制。那其实，在身份的认定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从过去我们会认为说我自己的小孩为什么还要被登记，还要重姓重名还要有血缘才有办法被认定他是这个族群的一份子。那到现在就是说，那个时候在修法，因为我刚刚其实在上一段我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当初身份法在立法的时候它就是因为它就是涉及到所谓的一些特殊的福利，就是所谓的特殊国民待遇这其实张茂贵教授在2003年其实就已经提到了。
他是直接讲到说，这个所谓的原住民身份法哦，就是这个规定，它从来都不跟民族自觉有关，它从来就不是有关回到族群本身去决定的，因为它是要给，就是它就是一个资源的分配，它就进行资源分配，所以它从一开始这个条例，它就没有要回到族群本身。那所以说今天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是比较，虽然说，你那个就我们讲说这个感情上可能会比较悲观的去看待接下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可是这边还是希望说比较能够用一个比较积极跟正面的态度去看待有关接下来这个机制的设定。尤其是说，我们讲说，即便是所谓的文化认同，就回到族群本身的文化认同，或者是其他有些人讲说啊，我只要文化认同这个就好了哦，或者是认定哦，用这个方式去看。可是，即便是文化的传承，它都还是会涉及到国家资源的分配哦。我们讲民族教育的部分哦，我们讲这个原住民族土地，我们讲民族产业。它其实都还是会涉及到现有的资源进行分配的一些事情，所以它一定会涉及到资源分配。那只是说我们会比较要去努力要去看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这个资源分配，我们讲说那个资源分配，如果是回到自决权的这个地方去，哦，就是由族群本身去设计一套机制，包含说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去面对的这个，我们接下来要去面对不是可能，我们接下来去面对的这个有关族群身份的认定，哦，这个核心权利，哦，像狩猎的部分，哦，核心权利，民族教育的部分，这些就是回到族群的集体的这个部分，我们什么人，哦，谁要来参与，哦，谁可以来参与。因为这边过去其实就有一些状况，像是说在卑南族这地方，哦，从小在巴拉冠长大的汉人，哦，他自身认同他是这个卑南族的一员，哦，而且在这个我们讲说这猎团在长老这个部分也认定他是所谓我们的族人。那未来要推到这一步的时候，那是否一定要有血缘或亲缘绑在这个上面，他才是我族群的一份子？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因为。其实回到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说我有一个侄女啊，她是外国人，可是她是具原住民身份的，就是说她是具我们自己族群的，而且她有进行这个都回来参与一些族群的活动。那可是因为碍于现在的规定，她无法取得州族的身份，甚至是原住民族的身份。那所以说今天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到这个自决权利的时候，哦，那这个认定方式是否要有别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特殊国民，哦，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优惠性差别待遇，哦，考试加分的啊，哦，或者是工作权保障的啊，这些是否这种认定要区分开来，哦，还是说所有的东西要回到我们自身，就是回到族群自我去决定？这其实是我比较担忧，就比较。想要积极想要去面对跟想要去处理的问题。那现阶段大法官在这个身份法的这地方开一条路，他认为说我们讲说权利跟福利应该要分开看待，那只是说如何分开看待哦，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哦？那谁可以参与这个自决权的这个项目哦？谁是所谓特殊被保障的？那如果我们用那个概念去类比的话，那所谓的福利，我们能不能去用类似说这个，像是说，就是客家也有嘛，客家认同的这一部分，他可能参加客语检定，哦，可能会有一些保障，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概念去类比我们今天这些在其他族群所看到的，不管是新住民、客家或者是福老人这地方，那回到原住民族这边，我们在这地方我就建议说，应该要分开看。只是说分开看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要回到族群内部进行讨论。那是否要各族群各有自己的版本？我是倾向应该是要这样子，只是说要怎么去做哦。那未来法规如果这样子，如果真的能够我们讲说产生出来这些机制都能产生出来的话，那其实可以很明显的去期待或看到说，未来那可能真的就要回到各族群的自治的这种范畴去解决，不管身份的问题，不管教育的问题还是土地的问题，才有办法真的走出这一步。那以上是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发言到这边，谢谢。
好，谢谢敏媛理事长哦。刚刚提到感情上悲观，但是行动上要积极啊，还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后续的相关的权利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哦，回到各族群来做相关的机制哦。那也感谢第二阶段发言人座谈人的发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线上有蛮多问题，我们先整理一下。等一下呢，我们稍后我们大概在5分钟之后，我们回到现场来讨论，所以大概是8:57，我们就马上回来。哎，整理问题。
好，线上朋友还有座谈人，感谢你们的参与哦。那我们接下来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准备开始做线上的网络的朋友的提问的讨论哦。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收集到蛮多的问题在我们的当中哦。那就是我们就先请各位这个语坛人再回到现场哦，然后是不是帮我们把这个镜头打开，让我知道您们已经回到现场了。那我们刚刚团队这边有整理出大概有4、5个问题，稍后要请线上的座谈人做一些讨论哦。那刚刚在这个 YouTube 方面，那我们海硕老师回到现场了吗？好，都回到现场。那我们这边整理一些题目哦，那我就先来念一下刚刚的一些提问哦。那第一题呢，刚刚在 YouTube 上面有提到说，大法官认为原住民生母或生父的汉姓取得法定原住民身份是否违宪哦？那各位在座来宾是认同还是不认同呢？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各位发言者谈看看你们自己对于这件事的立场。那再来这一题其实是连续的，所以第二个连续是说，如同亚崩委员刚刚所说，没错，大法官释宪之后，如果所谓文化身份要用认同来定义，那文化表征由各民族、各部落成立机制来决定，但是各部落或者是民族的议会平台等等组织，真的适合做这样的审议吗？如果有混血儿，是不是要受到多个不同的民族议会去审议呢？例如如果不同的民族平台有不同的审议结果，那要怎么定夺？换言之，有原住民血统及取得原住民身份，真的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我们先针对这2题哦，我们是不是也是先来请各位在座的这样的一个座谈人来做因为刚刚也有提到有一位是直接谈到亚崩委员哦，那不过我们第一题还是先听听看4位来宾的想法，我们还是先请海硕老师来针对刚刚的网友的提问。针对这个所谓的从生母或生父的汉姓取得法定原住民身份是不是违宪的问题因为已经判了啦，那一方面我可能比较在意的是说怎么讲，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他的这个主的这个名字？因为对我来说，或是对至少那个我们说对这个传统的布农族来说，这些所谓的姓张、姓王，那个都是外来的东西呀。就像我是巴拉维这个氏族的，可是我们巴拉维氏族在台东姓余，在花莲有的姓余，有的姓王，在高雄那个那玛夏姓李，木字李，在高雄的这个桃园区姓张，在南投仁爱乡姓松。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针对那个什么，就是第二个问题好像是谈那个什么就是说他要申请不是变成原住民是不是？然后是不是要经过什么部落或者是民主议会审议？我想这个因为是有争议才去讨论嘛。至少像我的话，我的孩子不会有这个问题。应该说蛮多原住民其实他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处于边界的那个才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讨论，我觉得你当然还是要有这个申请的动作所以我想他应该会申请，比如说他是达鲁古的，那他应该就是申请达鲁古，应该说跟达鲁古这里应该说跟着那个讨论。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民主议会的话，那有民主议会去做一个讨论，然后取得共识，然后你出一些原则所以这个就没有所谓的申请问题。那到时候这个原则再交给这个我们说一个比较属于泛原住民的，或者是说原民会看再怎么样做一个整合。因为他诉诸法律条文的话，可能还是要这个专业的一点那个什么，我们说条文化嘛那到时候我们再参考这个条文来去定，那你这个可不可以？那这个法律的这个根据是来自你们这个共识而来的。所以那个流程应该是这样以上。
好，谢谢海顺老师。那因为刚刚两题的提问哦，有提到亚崩委员哦，是不是也请亚崩委员，我们也来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做一些回应呢？好，然后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说认同或是不认同这样子，然后对，那我对因为就像刚刚的那个前辈讲的，其实像我们原住民的这个汉姓，不管是姓吴，至少在太鲁阁族里面好了，这个我姓吴的这个姓氏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他如果要就是去遵从我那个姓吴的身份，他才能是太鲁阁族的话，我不觉得对他的名字跟文化认同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历史的来源吗？所以我不是能够很认同，是说他要姓我姓的吴，他才能够是原住民的身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姓氏本来就是过去的一些政策上面，过去的一些殖民政府的政策上面就是乱给我们取的这个名字这样子。然后再来是说，至于文化身份要用认同来定义，刚刚有一个米原其实讲得很好，就是他现在有两种，法官判决有两种，一个是个人的表征跟族群的表征。那个人的表征是说他愿不愿意就是从母或从父的那个姓，加上是说就是族群要如何去认同。那我觉得族群认同的这个机制可以怎么做？目前其实就像其实我觉得那个所谓的这个机制，现在的原民会有一些，比方说就是透过族语的考试啦，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可以取得怎么样的一个考试的，就是一个资格等等。那我觉得这个文化认同的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加强在一个有点像是文化扎根好了。就是比方说针对，当然他如果就是都是原住民的孩子，原住民所生的孩子，那就是目前是没有问题。对，那现在的法律上面是针对，就是可能不是就是可能是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一方是原住民族，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延伸的讨论嘛。那如果是针对这样的就是朋友，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小孩这样的家庭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文化扎根的一个就是取得的认同机制，或者是回应到是说，可能部落里面或者是公所，但我觉得会做事情的，你现在回到部落里面，一定都是就是公所会去做，然后如果就是在机关里面机制去认定的，就是政府机关的话，那一定是原民会可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计划的拟定等等。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一般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他具有就是一方的原民身份的小朋友，那他要取得这个文化认同，他是不是要有一些文化的一些扎根或者是学习的一个机制？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想象的，或者是也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那也是蛮好的一种就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机制。但是另外一个部分要去思考的是，我另外一个部分，可是这个部分好像，如果是单纯就这样的一个，就是我首先有这样的一个血缘，然后那我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就是族群里面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机制好了，我去取得，然后我取得这个族群的认同，或者是家族的认同还是什么。当然这是集思广益啦，我目前还没有一个想象。那我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原住民族身份吗？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所说到，就是比较敏感的族群，要怎么把他们带回到部落，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或者是说，其实也不用看说这个机制里面，他是不是更敏感的，就是族群朋友，还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我目前其实没有一个想象，对啊，那可能还是需要大家来讨论嘛，对啊。好，谢谢亚崩的回应哦。那我们也稍微再请文高明老师再简短的做一点回应，跟网友们回应这些问题。有关第一阶段的时候谈到大法官这个受理的这个问题啊，
当然主观上面我是不太认同了哈，这个刚才讲了。那至于这个身份的取得里面已经规定了，就是说要在两年以内要做嘛，对不对？这个已经是确定要做的，已经你在抱怨说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都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闽源，刚才周主的闽源也讲的，这个东西要回到我们部落的机制里面。我刚才一直强调就是说部落的机制的强化啊。文化认同当然是这个是个人他的一个主观的意愿这个有时候我们没有，他说是认同，可是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讲。那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可行的一条途径，现在就是2年内一定要做嘛。所以在文化表征州主这个方面，就是回到家族这个部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也就是刚才一直讲要有一个适合的一个审认的一种机制。那民主议会凭良心讲缓不济急了。刚才也谈到，大概有卢凯族，还有这个达悟族，还有这个现在塞夏族也申请的这个好像自治。我刚才讲这些东西都是要在自治的条件之下，我们再来谈这个的统一的来这个民主的议会来共同表证，共同来审认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身份的这个问题，这个是缓不济急。所以我还是主张原民会赶紧到下乡各个部落去征询这个意见，最好的也许我们将来会有1套、2套、3套不同的机制有的是循着部落的这个所以家族的一个制度的，有的是要透过整体我们原住民共同集议的一种方式，不管它是叫什么，是16组民主议会，或者是叫自治，我们现在不讲自治区政府这个总是有一套机制赶快整合起来，这样来寻找一个可以解决的一个方法。这个是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几个方法来做，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好，谢谢文委员。那我们再请民源理事长再做一些回应。OK， 那个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因为那么晚了还在线上，真的感谢各位那这边就稍微回应一下那个我们有网友提问的，就是有关这个这一次的释宪的这个部分被宣告违宪，我们认不认同这件事情？刚刚其实有讲了，我们协会的立场本来就是希望说族群机制就是有关认定机制能够进来，那也朝向这个方向。那我们是对，确实是这个情感上是确实是有点悲观，那只是我们必须要正面积极的去面对今天所已经被揭开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积极去面对去处理那至于说这个同样的网友，我其实一并回应好了，因为他下面其实有提几个问题，其实有点连续了就是有关原住民血统，就是有原住民血统就取得这个所谓的身份这件事情。那他下面有提到说人口大增是否对原住民有害，所以说其实这个网友他其实他的立场比较是只要有血统就应该要被认定为原住民他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族群来说，他虽然说提一个疑问说这样子难道有坏处吗？这部分其实比较会让我直接联想到，就是去年在反歧视就321的那个反歧视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政务委员唐凤的发言，那时候就是其实有网友就提问说，这个反歧视的问题，就是我们围歧视反歧视问题该怎么去面对解决？那个那个政务委员他的回应就直接说，我们按照这个林玛丽的这个计算我们不是有超过8成9成的这个台湾人具有原住民身份，那从这样子的角度去看，那哪有什么歧视的问题？有点类似这样子，他原话就大意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确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就会对我来说产生一个疑问，那我们现在要干嘛？就是说接下来要做什么？那原住民政策不用推动了，那就是按照反正台湾有9成的都有原民血统，那大家都是原住民，那我们推动原住民政策要干嘛？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文化上面，从过去的山地平地化、国语化政策，就历来的统治政权，要让这个所谓的去番去原民，从过去的去番到现在去原民，到先前这个甚至70年代、80年代，这个你只要跟原民的女性跟汉人结婚，你就自动丧失原民身份，这个是一样的概念的。所以说这个逻辑这样推下去，你觉得这样子是正常的吗？我其实是必须要讲说，这个其实会有一些疑问了哈。那另外提到说，他这边有提到说，文化认同跟这个所谓的殖民的这个认同应该要区别，对，这其实就是刚刚我一直不断的强调，就是说过去在制定身份法的时候，它是因为把所谓特殊国民待遇这绑起来，所以它就是会涉及到一些福利政策或者是优惠性政策。那这个部分的，就是说这个部分是否要由族群去决定或者是说由国家去决定，这就变成说这个是可以拿来讨论的。那我们过去在讲说，不管是分配正义或者是补偿正义这件事情，我们从释字的大法官释字从719号到803号，你看803还是那个狩猎的释宪803在肯认原住民文化。就810号就直接在讨论这个原住民工作权保障法的这个部分，跟工作权保障法所跑出来的这个代金，在目前整个这个司法实务上面，在看待这个所谓的特殊国民待遇这件事情，其实在大法官的立场其实是，就我们这样看来，他其实还是会有一种，如果你要讲补偿，你要补到什么时候？你要讲分配，你要分到什么时候？你要分多少？它就会有这种隐隐约约会有这一种概念在这里面，所以就变成说有血缘既取得原住民身份这件事情不应该问我们，而是要问政府是不是这样子你们都 OK 那至于说另外一个就是说有血缘既有原住民身份，那回到这个我们不管是被认定为所谓这个文化的这个民族认同，或者是民族自觉这一块，就回到民族自觉这个。有血缘既有原住民身份这种状况下面，你去看待原住民自觉，你还要自觉吗？你根本就不用做啦，不是吗？就是说，如果有血缘具取得原住民身份的话，那你要推动什么民族自觉？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原住民啊。可是你别忘了，台湾16个族群，每个族群异质性这么高，你是哪一个族群？难道全部都是由阿美族这边来吃吗？不能这样子去理解这个问题，不能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必须要回去看，不管是大法官的这个解释文，所以我说这个讨论其实是正向，而且我们非常乐见这种讨论，因为过去这个民族自觉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有关成员的认定 membership 这件事情或 identity 这件事情，过去一直被揽社会，就是被混在一起去讨论。那这一次我们这个题目被拉出来，我们一起放大，我们去一一检视。什么东西是对族群的发展是良善的？我们讲说那个是所谓的善政这件事情，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好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好的能够持续的扩大？让这个我们讲说它可能是可以被检讨的，不管是补偿正义还是分配正义，它是这个如果是要去检讨的话，那我们是否是那我们就放掉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可能不要。刚刚有提到说像是族语认证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认为族语认证不应该是给原民考试加分用的，而是让台湾的所有的，不管是原民就是原民或非原民，他们要去认识台湾的有很多族群，不管是原住民族、客家、新住民，都来自哪一国的。这个族语认证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去 push 大家来去认识这个族群美丽的语言而不是我们自己关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面自己去学这个族语然后去考这个族语认证，然后最后面这个加35%，或者是没有加就没有去考就40%，这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条路只会越走越窄而已啦这是我们协会一直在强调的点。所以我们在族语认证这地方，我们反而会去认为说应该是要开放全部的也想要来参加的。那至于说这个升学优待的这件事情，那可能就是说，如果有参加的原民或非原民，他们如果有通过这个族语认证，他都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适当的这个奖励机制，我觉得类似说考试加分，类似这一种的，我们反而会期待说用这种方式去促进台湾更多的族群相互彼此认识那至于说民族自觉这件事情，还是必须要回到族群本身对于这个对邹族来说我们讲说
刚刚一直不断提到那个狩猎制度管理，我们从2018年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的这个狩猎制度管理的管理规则比现行的林务局的规定还要更严格。那这个怎么说？那一定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适用的，而且我们觉得说是 OK 的哦。那我们要去推动，那接下来要去思考的是说，那我们在上面的一些过去在林务局有的所谓的这个排除的权利，就是对于警察权的这些行使，能不能回到州主这地方？这个才反而是我们要积极去思考的问题。就如同今天的这个所新设出来的一个新的制度，就是一个新的机制啦，不能说制度，一个新的机制，就是有关身份的认定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好，那最后面还是就是最后面再回一下这个刚刚的这个问题里面，其实还是有老师有稍微点到了就是有关这个多族群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确实有大部分都是属于混血的这种状态，就是他可能是来自于父母来自于不同族群的，也都有。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就跟海硕伟老师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个认定是我就这样讲，如果是双向的话，我有这个认同，族群在进行认定，那怎么会有这个我同时认定不同的族群，然后这个问题又被丢到大家去决定说，哎，他到底是属于哪个族群？反而是说，我今天所以这个问题会变成单纯化，这个应该不会是一个问题了。以上先回应到这边，谢谢。好，谢谢理事长的回应哦。那其实刚提到的一个问题我再补充接下来有在3个问题比较长，那就是也有回应到刚刚理事长谈到，就是第3个问题是说，未来修法的讨论是不是要维持仍然把血缘放在第一，要这个必要的条件。括号至少父或母其中一人要已经是具有原住民身份，那其他文化认同是否恢复这个传统民族与能力，是否传统祭典都有经常出席，那民族会议的审查等等，放在次要充分的条件就好。这是第3个问题那第4个是拔丧的问题，那问题比较长，但是我就花一点时间。那他提到的是，所谓原住民族的自主决定的主体是氏族、部落，是社群还是民族呢？还是这也该由这个该族自主决定呢？那未来新的身份认定制度回归原住民族，包括各族不同类型的集体形式，例如家族、部落、社群、民族等等自主决定。那现今的制度所允许存在的不分族原住民还应该存在吗？未来允许跨族吗？就是具有2个以上的族群身份，这样是可以允许的吗？那再来是我们现在原住民原民的政策是以泛原住民的认定为先，然后才由其自由登记族别，所以仍存在没登记族别的原住民，一旦完全回归族群部落，一经认定，就认定是该族的族人，即先是某一族人，而后自然取得原住民身份。如此一来，无泛原住民存在的空间吗？但是是否有跨族群的空间呢？那身份与命名制度高度相关，现行制度允许自由命名、自由使用汉字表达，甚至汉姓有去连结、去脉络化之余，若回归族群认定身份，命名是否该受这个该族群的约束规范，不能自由命名，还是这也是由各族群自己认定呢？那大法官的判决会使传统命名制度受压抑吗？若族群自我认定仍采现行的身份认定标准，是否仍会违宪？那再来是，若需民族层级的自治组织来确认，并依循各族传统规范进行自主认定，而现阶段尚无法设立及运作，是否可以这个以原民会邀请熟悉各族规范者来设置各族身份认定委员会来代行呢？比照族语认证的操作模式。那第5题是，现有58万原住民身份者中，有1万人没有登记族别，未来有身份无族别的人，应该要如何确定这个族人的认同表征呢？应如何区别这个优惠措施？区别化的优惠措施，有身份无族别的人在2年后开放，会再大增加。
好，以上这是蛮长，我花了一点时间去讲一下这个网络的提问哦。那我们还是先请海曙老师来做一点这个回应。好，谢谢哦，谢谢这个提问哈，提问题好多，就有一些我刚刚应该有稍微提到了之前这个分享，那我仅就几个，那第一个是有关这个认定的是不是医学员哦，就是我们一般会认同属于我们这个组，其实一个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血缘啊，有没有血缘关系哦，那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拟血缘关系了哈，比如说他被收养。或是他入赘，然后他的小孩就会变成我们这个就变成母方这个氏族的。那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接受哦。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也是我更在意，就是机制那个制度啊，就这个组的传统制度是怎么去看待的？其实有，我们从我们是不是认定他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家族，或成为我们这个氏族？那个扩大来看，那个连结来看，那就是一个民主的对你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组的一个认定的一个机制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个他们的传统制度，再就是血缘跟拟血缘应该都可以考虑进去哦，所以不会只是单一血缘而已啦哦。那如果是他有这个一点点的血缘关系，比如说因为原住民可能就他可能有那个我们说这个可能是原住民的这个配偶或什么的哦，那我觉得那他真的很努力的认同，然后也学习原住民文化，那他又生活在部落，甚至也会讲族语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或许可以有一个比较属于部落性的机制去认同，然后部落，然后看他们这个民族会如果认定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就完全尊重那个组怎么去认定啊，所以或许也可以有一些弹性的方法了哦。那再来是针对这个没有登记的1万人有原住民身份，可是没有组别，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民主身份啊，因为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原住民主政策里面的这个属于哪一个民族跟他原住民身份应该是要挂钩在一起的所以呢，那透过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讨论跟这个民主自主机制的这个建立啊，那我是蛮希望他们都能够去登记，因为我觉得政策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施政对象如果那个很模糊，那个会造成混淆以上谢谢。好，谢谢海曙老师的简短的回应哦。那我们再请亚蹦可以做一些回应吗？好，我可以回应的去做回应哈。确实，现在讨论血缘的就是血缘，我自己会认为它还是必须要具有原住民族的血缘，然后以及文化认同，然后就是他就是才能够认同自己是一个原住民这样子。那我自己还是比较持传统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因为像我的应该是说像我的小孩爸爸是汉人，然后爸爸是河洛人，然后我是太鲁阁族，但是我自己会有一个就是要教导他的事情是说，他不是一半一半，他就是一个完整的河洛人，他也是一个完整的太鲁阁族这样子，所以那尽量在能够去教的东西去教他这样子。那再来是说，那因为我们今天特别讨论到，因为我会认为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那我觉得在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私领域里面，其实我会觉得他的身份跟文化的认同其实是非常私人跟个人的，就是家里面去决定他的。但是成为原住民族，在今天的讨论上面，它是非常具政治性的，去来讨论他的原住民族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的原住民族的政策策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连结上面，其实我觉得，当然在族群的政策上面是必须要去讨论的，可是在个人的经验上面，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族群，它都会有不同的经验。那我相信前阵子有非常多的就是个别的人，他们都去做一些就是现身，都讲他们自己个别的经验，就可以充分的看到是说台湾各个族群的
私领域的家庭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这样子。那现在要讨论的是说，我感觉现在很强调的是在于，那个政策上面这个政治性的原住民的决定要去怎么去把这个一个机制去用出来。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所谓的当代的原住民族的未来的家庭，它一定会面对各种不同的样态，非常多元的样态。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就是同性恋的家族，然后或者是包括原汉的、跨族的、通婚的，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样的小孩子，他在族群的认同连接上面可以怎么样去做连接？那当然不可否认是说，过去即便今天没有遇到这样的讨论，现在在我们的部落里面，还是有很多会利用就是娶媳妇，然后去用土地，就是过去的这些事情也是不断的在发生。那今天是说到底未来的这个新的身份认定的机制，我们怎么去讨论这个原住民，就是我们怎么去讨论未来的原住民族他的身份可以去怎么去认定？那我个人还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他还是必须要通过第一个，他他的血缘是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再来是说他必须还是要有一些文化的素养跟就是教育的过程。那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必须要透过公部门去努力去推广这个一个文化的，不管是说在部落里面，或者是部落学校，或者是说透过什么样的机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直都需要去再多琢磨在这个部分，然后是希望是说让更多的可能因为现在的年代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现在的年代当然就是稍微对于所谓的原住民族可能可能有多一点点的认识，但是其实也都是才在认识的开始。那现在的普遍大众社会其实对于原住民族还是有很多的歧视的现象的发生。那我觉得再去认定自己的就是小孩的就是身份的认定的机制里面，可以去强调他的一个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好，或者是文化的或是学习的制度也好，我觉得可以促进这样的一个族群主流化的一个就是推动这样子。那至于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层级、什么样的组织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比方说教育机制的认定啦，或者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规范啦，我们怎么去认同，或者是回归到家族里面的家庭里面，我们又怎么去决定这个个人跟国家之间这样的一个就是关系？确实，我觉得现在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对，那但是今天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讨论跟学习。那我觉得也会把今天所听到的东西，会接下来在组内的讨论里面再去跟大家讨论这样子。以上。好，谢谢亚崩委员哦。那再请欧文老师。再针对刚3个问题，我们再做个简短的回应。如果看有没有可以适合回答的，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但是也可以试着回答看看。好，谢谢。首先是有关修法上的，是不是赞同血缘呢？这个血缘是基本的，当然刚才前面都有几位谈到，这个是基本的，所以我赞成，还是血缘也还是放在这个里面。那文化认同。有时候想起来是比较难以量化我们比较难量化到底他是认同是真是假这个，但是我们可以在做主来讲的话是可以观察到的，比方说利用这个他有一些实践的一些场域，比方说 Mayasvi 或者是这个 Homeaya 等等这长老或是各个家族。他会知道这个人他是哪一个亚氏族
属于哪一个氏族啊，他们都会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认同他自己的文化，这个最起码他有没有出现，他有没有参与，所以这个应该从我们周族的观点来看的话，是可以观察到的。所以血缘是基本的，而且是可以做简单的一个观察啊，这个是我第一个要讲的。之所以要用这个部落参与的这个似乎，这个是针对我们自己单一部落来讲。那刚才提到所谓身份认定委员会哈，这个层次就比较高了，也就是我们讲的要16族的全体的原住民系统来共同来探讨，共同来制定一道机制，然后来作为我们要审核他是不是真的希望是个原住民因为这个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轨迹来看，过去有这么多的族群像平埔族，我们也会讲到这样像这么多的平埔族群，到后来为什么会衰退呢，或是减少了呢？所以从未来的着眼点来观察的时候，要有整个台湾16族群要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原住民未来的存续、存亡或是扩张发展，这个要有严格的把关机制。这个所以说分2个层次部分，在部落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我们可以参考，像我一再提的，我们州主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但是我们也是很希望这样的问题是从整体面来看，这个整个原住民所谓的我们台湾的南岛语族的未来的发展上面来看的话，是要有一套比较严谨的一个机制。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讲希望有比较高层的单位，像语会或者政府来带头来做这样的，来做一个整合的一个。至于区别这个福利所谓身份跟福利这个方面，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有提到特殊身份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考虑类似像汉父原母这样的，在怎么样来区别他的身份跟福利之间的一种关系可能这个就会凸显到什么呢？将来如何规范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机制要怎么样来拟定，这是我所想到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我再回应。好，谢谢文委员。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给民园理事长大概2到3分钟时间，我们再针对刚刚有一些提问，再做一点补充。麦克风要打开。OK， 谢谢那个我们的网友提问那今天其实跟那个文老师放在一起就是错的，因为我要讲的都被他讲完了。好，那不过我这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针对有提到说有关半原住民族这个问题我是觉得那个是一个在现在它其实这个半原住民族这个它其实就是有一种有血缘契为原民这件事情，可是不要忘了说，其实原住民族这一个字在当初1980年代这个被提出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各族群然后上面原住民族，而是说它其实原住民族当初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它就是泛指，它就是一个统称，各族群的统称，所以说其实周族原住民族泰雅族原住民族这样子去看待它，所以就变成说，如果只有认同所谓的原住民族这个概念，这其实是让我觉得有点吊诡，就是说，那你是认同原住民族的哪一个环节或哪一个部分？所以说变成这1万多人是就是我们确实有看到，就是说确实是有人他被登记为原住民族，可是没有所谓的族群认同这件事情，这其实会有就是没有回到族群的这件事情，其实就会产生一个我现在称为这个所谓的认同危机的问题了就是说
我们去讲，就是说从刚刚的我们讲，我刚刚在讨论的脉络，原住民族自决权的这个行使，自决权行使，我们要行使这个民族教育，我们行使民族经济产业，然后我有一群人在那地方，可是他没有办法被认定为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的时候，这其实会变成说，那我到底这个人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的机制跟他们来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吊诡的一种状况。所以说现阶段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有人提到说，有血缘就是原住民这件事情，其实就变成说，那我们真的那么看待血缘这件事情吗？所以这地方就是呼应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血缘是否是排在第一优先的，这个 priority 是放在最高的。我会认为是说，如果我们的所谓的族群的，就我们讲说认同的机制，就是有关这个身份的这成员归属的，就 membership 的这个机制能够被确立出来，就是被讨论出来的话，血缘真的是会是一个问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族群这个州族视为一个国家的话，国家有规划政策啊，那这个规划政策就是说它是欢迎其他国家人来这边进行规划。当你对这个土地有贡献的时候，那未来我们的这个认定机制能不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它是有发展可能性的。对，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反而会比较担心的是说，当我只有认同所谓的原住民族，而原住民族的内涵，你是周族的，你是泰雅族的，你是阿美族的，这个是我完全都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说，我反而比较担忧的是这种状况，所以就变成说，在回应前面这个有血缘即为原民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不太认同这种说法的哦。那你是说团结力量大？问题是我们根本就走不到一起，我们要怎么团结哈？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哈。那至于说刚刚有提到，就是网友有提到说，有关汉姓这个地方是否要使用汉姓哈？是否一定要回到我们讲说回到这个族群哈，我们传统的命名机制，刚刚文老师有提到哈，我各家族的哈，雅氏族的是怎么命名的？那至于说是否一定要用这个不能再用汉姓的一定要回到这个传统？可是这样传统是什么你看塞夏族这地方，那么汉姓也是传统啊，对不对？就是变成说，今天我们怎么去认定我们族群要怎么去使用它那以周族为例我们的。虽然说家族性很明确，可是我们男生的名字像我叫亚皮米只有11个大家用来用去全部都重叠了那所以就是说，那未来可以怎么做当我们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倒不用那么去很着急的说我也马上想出说我要怎么去使用名字或者是是否汉姓要保留？这个回到族群本身，就回到族群去讨论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是那么急迫，而是说我今天一直不断强调，就是有关认定的机制，族群认定的机制是什么那个人认同的这个机制是什么？或者是他认同的那个标的啦，我认同是哪一个族群的虽然都叫原住民族，可是我刚刚就讲了，原住民族是这个16个族群的泛称那我一定要回到某一个特定的族群嘛？那我的认同是什么？然后再接着就双向性原则这地方那族群的那个机制认定的机制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务之急啦，就是必须要去严肃面对的。那最后面就是我刚刚有讲到权利福利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未来同时存在就是被深度捆绑的这个权利跟福利，我们要如何去看待是否要有所取舍？或者是说能否被检验，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势必要去面对的问题。以上。好，谢谢理事长也非常谢谢今天线上的讲者，还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关注这些议题的朋友。那因为今天讨论很热烈，但碍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将讨论告一段落。那再次感谢台北大学法律学院能源环境及人类社会研究中心与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协会共同主办这次的线上座谈会。那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参与这次论坛的朋友，我们的影片会在 YouTube 上面可以回看，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关心这个议题，因为之后2年其实蛮快的，所以之后的相关的制度的讨论我们要继续来关注。那今天我们讨论就要结束那也感谢线上的与会的老师，还有先进们，还有这个 YouTube 上面的朋友们，我们在这边跟你说声晚安，拜拜，拜拜。
拜拜。来。罗尼呢？拜拜。拜拜。